爸，刚才谁的电话？您怎么没接呀？没说话就挂了。哦。喂，是乔岩吗？妍妍，妍妍，妍妍，我知道是你。你不说话是害怕爸爸批评你，可是你还是打来电话了，这说明你的心中担心着爸爸，对爸爸放心不下，也担心着家里。妍妍，爸爸说的对吗？妍妍，我知道你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孩子，但是你只能在观念上独立，在生活上是很难独立的。这次你居然辞掉了公职，突然离家出走，这让我感到很震惊。既然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，我相信你不是一时冲动。可是在你走之前，爸爸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。这是爸爸的失职，是爸爸的责任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爷爷，刚才爸爸去了你的房间，你好像把咱们的全家福给带走了，看样子你是做好了长期打算，短时间内是不准备回来了。可是你走为什么不多带点衣服呢？我知道你平时没有什么存款，花钱上又不懂得节俭，突然就这么走了，你的生活来源怎么办呢？妍妍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啊？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告诉爸爸，那也就算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是说啊，我工作了这几十年了，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好朋友，你万一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给爸爸来个电话啊，或者像现在这样，你不说话，就爸爸一个人在电话里说。妍妍，到了这个地步，爸爸能对你说上几句话，也就非常满足了。爸，他始终都没说一句话吗？他这是用沉默来惩罚我。我这都是自找的。妍妍，敢作敢为，敢恨敢爱，有什么就表现在脸上，从来没有娇柔造作。是啊，妍妍这个人非常透明，在这方面，我们这几个姐妹都不如她。我平时对她关心太少了，总以为她有了主见，我就没有更多的关心她。可女孩子再有主见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关键的时候还需要男人的帮助，特别是自己的父亲。我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？爸，这事儿都怪我。昨天晚上您让我上楼去劝他的时候，当时他就说了什么要离家出走之类的话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意，我以为那是在跟您赌气，是气头上的话呢。哎，都怪我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们今天还回公司吗？你说呢？爸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？没事，你们回公司也好。纪委那边已经着手调查陈庆林的事情了，他们查他们的，你们查你们的。他们公事公办，你们就不一样了。
把问题查清了，是为了救自己、救企业，是为了救活那几千名的职工家属。这些都是切身利益。妍妍，你别哭了，电话也打通了，虽然你没有说话，但是你听了你爸爸那么多的话，你们俩都比较安慰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呢，先回去了啊。别多想了，待会儿好好冲个澡，好好睡个觉啊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头一天来就让你跟着我受累了。哼哼，你说什么呢？好好休息啊。抱抱我吧。哎呀，好好休息啊，好好休息。我走了。早上好，乔妍小姐。早上好。董事长上午有个接待，他说让我先送你去看房子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哦，看房子？对呀，他说得让你先有个家，他没和你说吗？没有啊。那他一定是想给你一个小惊喜。就在那边。啊，哎，我来开吧。这不好吧？我是打工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也是打工的。到目前呀，我还不如你呢。怎么会不如我呢？当然了，我还不知道别人要不要我呢。怎么会呢？您是董事长的朋友，他怎么敢不要您呢？没准啊，他会考虑让你做个副总。啊？我可不敢有这个奢望啊。哎，安经理，你到公司来多长时间了？刚刚成立我就来了，这一晃也有几年了。那董事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？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回答？你别多心，我只是想问一下公司的待遇情况。来，我来。好，没问题的，技术很好。对，怎么样？太漂亮了！怎么样？你喜欢吗？太漂亮了！嘿，这房子在你们当地什么价啊？连装修带家具，再带上全套电器，200-300万吧。太贵了。这是卧室，你来看看。啊，好。哇，哎，是你们公司自己买的吧？是我们董事长自己买的，一直空着。那他干嘛不住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呀，现在不空了，董事长准备送给你了。纯子，开玩笑吧？董事长，燕燕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来你看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看，这张表
你把它填好了送上去，让他们帮你过个户，啊？什么呀？这是？我不是说过吗？你给我一个难堪，我还你一个惊喜，帮你安个小家，以后啊，你就不想家了啊？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一片诚意，你就填吧。是啊，填吧。